一日休热，伫台中后日出名游乐园，尤其是有够侪内底国际级的赛车场，更加吸引真侪爱拼速度的人去耍。为了避免非法改装车辆借观赛，还是参加比赛名义伫半路咧驾车，警方联合环保加这个监理单位伫边仔路段联合稽查，2点钟内就查到6台改延档讲的机车。 迄热高话，有名游乐园水上活动起鼓，透早就来真侪民众耍水。除了耍水，边仔的国际级赛车场迄热嘛举办真侪种比赛，向追求刺激速度的民众参与。 场外看比赛，民众看到刺激的赛车比赛，心中嘛对咧皮肤彩。真正改装车辆半暝伫咧车路拍车，互当地民众强要掠狂。休热期间，为着避免非法改装车辆借由看比赛或者是参赛名机前往游乐场时沿路拍车，警察联合环保和监理单位伫咧周围路段联合稽查，加强处理掠青少年无驾照驾驶、涉嫌改装车和危险驾驶。疑似改装车辆共6台，其中1件排气检验不合格，另告发越级驾驶及 无照驾驶各1件，总共裁罚金额达19500元。游乐园边啊，赛车场周围主要道路路口，警察就伫咧遮抓，专程收集证据录影。2点钟来就抓到6台，敢若是测验涵盖延档讲的奥多摆。休热期间，青少年接触多，加上改装车开引起交通事故，警察卖强力处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